無論處境點樣，都有宇宙陪住你。歡迎翻到嚟，一齊揾翻內心嘅平靜。呢個亦都係點解好多人喺靈性路上走咗許久，最後仍然不免問一句：醒來到底係咩感覺？楊博士俾出咗一個非常簡單嘅答案：醒嚟以後乜都冇發生 ，Nothing happened。呢句說話乍聽有啲讓人失望，難道唔係應該有所成就，得到啲乜嘢證物，從此活在幸福快樂中嗎？但係仔細諗下，如果你本來就圓滿，咁醒翻只係一時，從夢中回到當下。夢中你以為一切都重要，一切都需要改變，但醒翻後你會發現其實乜都冇發生，只係我哋太認真地活在夢裏啦，太相信呢個夢係真嘅，將呢度嘅痛苦、挫敗、關係、衝突都當成咗生命嘅全部。我哋有無數必須解決嘅問題，促使我哋不斷去揾答案、揾出口、揾突破嘅方法，卻忘記到也許我哋真正該做嘅唔係去 do something， 而係停下習慣嘅解釋，停下本能嘅反應，停低嗰個總想修復一切、想要改變同抗爭嘅我。呢個時候，博士講句說話就顯得十分重要。Your only job is not to react。佢話我哋呢一生真正要做嘅功課，其實唔係努力改變自己，亦都唔係去對抗乜嘢，而係 not to react， 唔好反彈啊！反彈係一種下意識嘅習慣，就好似被誤解嘅時候，我哋即刻想要澄清；被攻擊時候，會即刻想要防禦；遇到批評，我哋不自覺就開始反擊，或者感到好受傷。呢一切喺人間嘅層次裏，好似好自然，但亦正係呢種自然嘅反應，不斷將我哋拉翻原來嘅回圈。你越係去回應，就越深陷其中；越係想講清楚，爭個對錯，就越被拉住出唔嚟。博士話呢個就係業力運作嘅方式。你只要仲認為呢個世界係真，你就得接受呢個世界嘅因果規則。咁我哋該點做？唔係逃避，唔係否定現實，而係練習唔好反彈，唔跟住念頭跑。你可以睇見自己嘅唔舒服，但唔俾佢帶住走。你可以承認內在嘅波動，但唔急住俾出回應。呢個過程唔係壓抑，而係允許、觀察、鬆開。不論嗰個念頭幾強烈，情緒多真實，你只係靜靜地睇住佢，識別佢，放下佢。咁樣一嚟，你唔係靠意志力去戰勝啲乜嘢，而係從源頭就唔俾呢個迴圈繼續落去。呢個就係博士講嘅放下業力嘅捷徑，唔係靠累積幾多善行，消耗幾多時間，而係透過每一個當下嘅接受、接納、放下，唔再創造新嘅反彈。當然，說嚟簡單，做起嚟並不容易。尤其當情緒真係升起上嚟嘅時候，我哋好容易又被捲入去。所以博士先至會反覆強調兩個最直接嘅方法：臣服同埋參臣服，接受此時此刻嘅一切，包括嗰個你並不滿意嘅自己。參，不斷去問我係邊個，但唔係從頭腦揾答案，而係回到嗰個念頭升起之前嘅觀察者嘅位置。當你願意唔再反彈，你就已經從嗰個舊嘅我裏走出嚟啦。而嗰個你以為必須改變嘅自己，亦就喺咁嘅過程中自然發生咗轉化。但醒來之後，真係咩都冇發生咩？或許外在冇發生乜嘢，內在卻悄悄地開始變得唔同。好多人喺嗰一刻會開始體會到一種前所未有嘅輕鬆，一種不知從何而嚟嘅寧靜與喜悅。呢個亦都係點解楊博士會話喺覺落真正嘅覺醒，常常伴隨住一種深深嘅喜悅。嗰種喜悅唔係因為你做對咗乜嘢，而係因為你終於唔再將夢境當真。你知道唔管發生乜嘢，你都喺度。你始終係被允許嘅，被睇見嘅，亦都係被接納嘅。回顧呢段經歷，
從最初無意聽到一段經文，到後來嘅閱讀、學習、思考與體驗，表面上似係繞咗好遠嘅路，經歷咗好多階段。但而家回頭睇，其實呢一切並唔係為咗揾到啲乜嘢，而係讓我慢慢學會放低。當嗰啲執着、定義、自我敘事一少少鬆動，原本嘅自己便開始顯現。所有曾經以為嘅掙扎與迷惑，其實都係喺推動我往內睇，提醒我其實從來冇失去過。我當然仲喺路上，有時依然會忘記，會迷惑，會不安。但每一次放下之後嘅片刻清明，都比我更相信嗰個本心確實一直都喺。而且我發現，當我真係願意放下控制，放下一定要點樣嘅執念嘅時候，事情反而開始流動，變得更順利。就好似楊博士講嘅，臣服將自己交俾一體，一體就會帶住我哋走落去。最後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小小嘅寓言故事，來自《與神對話》呢本書，唔係原文，原文太長啦，係我根據佢嘅寓意簡化整理過嘅版本。呢個故事我讀到嘅時候好觸動，所以想分享俾你哋。故事係咁嘅，好耐好耐以前，有一個小小嘅靈魂喺光之國度裏邊生活住，嗰度一切都係光，一切都係愛，一切都係完美。小小嘅靈魂亦都知道自己本來就係光，本來就係愛，冇任何缺陷。可係喺咁完美嘅環境裏，呢個小小嘅靈魂突然冒出一念頭：我知道我係光，可是如果我永遠只活喺光裏，我就只能知道自己係光，而無法真正體驗到呢件事。我想體驗一次，我想真正感受到乜嘢叫做光。神聽見咗，微笑住話：要了解自己係光，你需要面對黑暗。就好似冇低你就唔知高，冇冷你就唔知道暖，一切都透過對比嚟定義。小小靈魂疑惑咁講：所以我要體驗黑暗先再知道我係光咩？可黑暗係乜嘢？神解釋道：黑暗係你所不是嘅，佢係恐懼、憤怒、怨恨或者傷害。但係別擔心，我會讓另一個靈魂嚟幫助你。呢個時，另一個靈魂走上前，溫和地講：小小靈魂，我嚟幫你，我願意扮演黑暗嘅角色，進入你嘅生命，做一啲睇似傷害你嘅事，好讓你能感受到自己係光。小小靈魂驚訝咁問：你點解要為我做呢個？扮演黑暗唔係好痛苦咩？你會變成我唔認識嘅樣？友好嘅靈魂微笑住話：因為我愛你，因為我哋本質上係一體嘅。我咁做係為咗俾我哋都能夠更深刻咁認識自己。不過我有一個請求，當我以黑暗嘅身份出現喺你面前，當我做出嗰啲讓你傷心嘅嘢嘅時候，請你記得我嘅真實本質，記得我都係一束光，同你一樣，永遠都係。小小靈魂深受感動，佢緊緊擁抱咗友好嘅靈魂，承諾到：我答應你，無論發生乜嘢，我都會記得你係邊個。神睇住呢一幕，溫柔咁講：小小靈魂，你知道嗎？呢個係一個寶貴嘅禮物，因為喺黑暗中，你將學會選擇寬恕、慈悲同愛。你會發現，即使面對恐懼同痛苦，你依然可以選擇光。於是，小小嘅靈魂帶住喜悅與憧憬，踏上咗成為人類嘅旅程。佢進入咗現實世界，亦都進入咗各種各式關係同埋境遇。可就喺經歷真正開始嘅時候，佢忘記咗所有嘅約定，佢忘記咗自己係光，亦都忘記嗰個承諾。我會記得你係邊個。漸漸地，佢陷入恐懼、傷害、憤怒與孤單。佢開始掙扎、逃避、懷疑一切，直到有一日喺一個極深嘅黑夜中，佢終於忍唔住喊嗌：神啊，你遺棄我！但係
神從未離開過佢，神一直都喺嗰度，隨時準備提醒佢，等待佢喺某個瞬間回過頭嚟，想起自己係邊個。所以如果你要成為黑暗中嘅光，請別抱怨；喺你被非理包圍嘅時刻，請別忘記你係邊個。請記得，即使喺最深嘅黑暗中，你依然係光。呢個預言嘅原文比我簡化嘅版本更長，亦都更深刻。當然，佢本質上都仲係一種象徵性嘅預言。請唔好理解為佢喺美化苦難，更唔係話傷害就係啱嘅。佢只係喺度用一種比較特別嘅方式提醒我哋，有時候黑暗唔係為咗俾我哋受苦，而係為咗俾我哋更清楚地睇見自己內在嘅光。如果你願意從呢個角度去睇，亦都就能明白嗰啲你曾經以為打擊你、否定你、限制你嘅人，或是最終反而成為提醒你係邊個嘅機會。所以成長並不是自動發生喺每一段經歷之中，而係喺我哋願意對呢啲經歷做出不同回應時，內在嘅覺知先至會真正被喚醒。係嘅，呢一切都只係為咗讓你諗起你係邊個啫。我哋下一集再傾多啲關於身心靈嘅事情。如果大家鍾意，就請按讚同分享呢一條正念嘅視頻。希望可以喺水瓶座年代裏面，讓更多人能量得到提升，更多人走向覺醒嘅道路。